手機度撳一下程式就可以控制到成間屋嘅電燈電氣。你喺屋企唔記得就關燈關電都唔使驚。天氣熱時候咧，提前響手機度咧嘟一下個空調，就翻到屋企咧直接去嘆冷氣噶啦。配備咗價值3萬蚊嘅國內華為旗下鴻蒙系統嘅屋苑，5%嘅比例首期款總數6萬蚊，送埋家私家電俾到你，可以拎包直接入住。呢度係珠海湖心路嘅中澳湖心印象小區，位於珠海湖心路。呢一度揸車到拱北口岸、港珠澳大橋口岸半個零鐘，揸車翻到香港大概1個零鐘。門口200厘米亦有一個公交車站，1蚊雞就可以直達拱北口岸。呢一度6月份啱啱收咗第一批樓，而家屬於現正準現樓。而家主力清盤1100尺南向大6米長大露台嘅3房2廳2廁，同埋1100幾尺嘅望小區唔對馬路嘅3房2廳2個廁所，都係5%嘅比例，首付總數6萬蚊，送埋家私家電，尺價1100蚊。